宜兰县东山河积沙真严重，地方是认为讲只要落大雨，水就会漫出来，造成附近的庄头淹水，真危险哦。所以呼吁公部门应该赶紧来处理。县政府表示讲，按算9月份开始，可以开始来拼东山河的土沙。 宜兰东山河面不只看两边嘛青嫩嫩，是一位生态小船加清水公园，是宜兰县重要观光景点。不过河底有人讲积沙真严重。我看那下线了，你看。船长记河墘讲有塌落去的问题，原因就是大水雨来时阵，东山河因为积沙囤水量无够，常常满水位，河墘煞规个河水冲蚀。东山河你嘛要维管啊，你无维管，你水一年愈来愈侪，装水量愈来愈少啊。无使讲做到这条东山河这大条才看到。爱嘛希望讲俩县政府车会使来安排，是毋是来疏浚？所来是丰台贵，地方是烦恼，仍则阁无清墩沙，拄着大水雨，水淹过东山河畔，可能附近的船镇会淹水，呼吁县政府爱重视这个问题。这个测量作业，我预计在今年的9月底完成整个测量的作业。测量作业完成之后，在今年就会启动东山河的清淤的一个计划。 县政府讲，东山河分做最源头的野溪段，也甲最尾非野溪段。野溪段因为水有较错流，无积水的问题，所以规划要为水尾开始清。河段差不多是至5公里长，后个月就会当开始测量作业。若说顺利，9月份就会当开始分阶段清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